干嘛开那么难过的歌单？谁开的？老板？啊，还是很开心大家可以来听我唱歌，那么多人。好的，你们礼拜六不用。哎，这次元旦放好多天假，对不对？有4天，有嗨到哦。然后我明年的计划是我想要，回去我自己的家乡，因为这2年都把自己工作的基地放在台北，我觉得应该要把重心移回去台东还是会来啦，你们发我通告我就上来台北。还是你们有住别的地方，住马祖还是澎湖的有没有？还是要有法国的通告吗？想要回家是真的啊，觉得回家也可以做一些事情，对我来讲是这样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台东不用住那个饭店，对，住民宿有没有？对啊，给当地人就有机会，他们赚到一点点钱，他们有钱就可以好好把自己的民宿做得更好这样子。当然，民宿也有等级啊，就是便宜的200、300的也有嘛。你要享受做贵妇人，也有那种2000块、3000块的这样。我觉得都是回馈给他们，然后他们有这些经济的支持，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民宿做得更好，所以就不用住饭店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那我自己也想要开民宿这样，就一起开嘛，我开联合的这样，跟部落的人联合。然后如果你们要来都兰玩，没有地方住，告诉我，我可以告诉你们几家，就是有我们都是用米来计算，1米几、2米，人家用星嘛，1星几、2星几，1米几、2米几这样，3米几，然后用米这样，1米几、5米几这样。这样会不会太无聊？原住民。用星的，不会看星啊，看米啊，米比较多的比较贵。都兰现在慢慢发展起来，觉得很多人平常的时候都会到都兰，还不错啊。都兰我们那边有糖厂，号称东区，有没有？如果你什么都不想要干嘛，也不想认识原住民的话，看看风景，有地方可以shopping然后如果你想要认识部落的话，其实糖厂离部落也不远，就连在一起而已。所以走进去社区里面，就是部落的人都住在社区，主要的大社区都在糖厂附近。然后现在比较畅销的是都兰国小书包，还在畅销，还在号称世界第1大都兰国小书包可以容纳5个人。书包放了要干嘛？不知道我那边的人想得很单纯的，越大越好啊。就是他们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在慢慢抓一些就是游客的口味啊，游客很多种嘛，就是看看风景的也有，想认识原住民的也有这样，所以社区里面就开始发展不一样的，发展比较精致的就有原住民的料理没有的话，一般在都兰其实也可以吃得到牛肉面，虽然台北也可以吃得到，全台湾都吃得到啊，对啊。不错啦，也是一种选择这样。因为我们那边的牛可能现在要失业，所以他们都被拿来吃了。我不能讲话这样讲很残忍，有人在爱不动的。对啊，这牛都不用耕田啦，都失业了，生下来就准备要被吃了，好可怜啊牛。好了，聊天了。聊天。有一首歌也是我这次专辑里面很重要的一首歌，就是因为这样父母让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反省，就是反省对自己的部落的现况还有部落的年轻人。听到老人家唱这个时候，我自己很喜欢，后来变成自己专辑的名字。这首歌叫《阿密斯》，阿米斯，这首歌。